梁愛詩認為可以透過修改立法會條例，防止議員辭職之後再參加補選。而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就準備提出私人草案，阻止議員濫用補選機制。梁美芬正草擬嘅私人條例草案，建議議員喺未有合理解釋之下請辭，1年內唔能夠再提名參選立法會。今次可能係個政治議題，下次可能係第二啲議題咧辭職，然之後咧又即刻要令到成個社會咧都參加一個補選。咁我覺得即係有少少嘅限制咧，起碼咧就令到議員去運用呢個方法嘅時候咧，唔好咁兒戲咯。私人草案要經立法會主席裁決係咪批准提出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認為可以研究修例。咁如果啲議員動不動都話辭職又補選嘅，咁政府點運作呢？咁我相信呢，即係都唔係冇辦法㗎。如果係我哋覺得呢個出咗咁嘅問題嘅時候呢，係立法會條例可以修訂，決定喺咩情況之下進行補選，乜嘢情況之下唔進行補選。民建聯就支持修例，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就反對。因為法例有好清楚嘅規範，即係咩人先有資格參選。咁但係最終其實唔係你參選嘅資格咧，最終就係即係市民支唔支持咯。咁呢個其實係更加重要咯。政府話《基本法》第74條已經定明咗處理立法會議員私人條例草案嘅程序，咁政府會按一貫嘅程序去辦事。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導。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話：新中學文憑試之下，大學入學要求同目前相若，佢又唔認為新嘅